109台南资讯月自12月17到12月21，一连5天伫南胖展览中心登场。今年主题馆以前进未来 5G 新时代为主题，以科普方式带领民众轻松进入 5G 新通讯时代，同时传达所有世界保护资讯的重要观念。另外，伫现场嘛结合创新的电子产品、实用的政府服务以及丰富的电视体验等，让参观者充分了解所有科技的进步。1、2、3，台南起飞，引领未来。谢谢，谢谢。今天的资讯月真的让大家非常惊喜又惊艳，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，尤其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，就纷纷来这边。我看是很多是来校外教学，但是能够让我们资讯扎根生根，是非常重要的。除了各种资讯科技的展示以外，主办单位这次更邀请侪间学校参展，让学生秀出因的设计，希望自细汉就激发囡仔的科技创意。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？里面的那个夹娃娃机，对，那个那里，很多摊位都很有趣嘛，哈。很好玩啊！一定很好玩，一定好玩！我们这次109台南资讯月我们这次展馆的一个特色内容非常的丰富，除了有我们的5G 主题馆之外，以及我们的教育科技馆，以及我们这次首次参展的这个我们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。那特别是我们的教育馆的部分这一次自从去年的108课纲上路之后，那去年我们跟我们台南市教师会以及教育产业工会合作，那我们去年来参展之后，那今年的规模又在扩大。那这一次参展的学校以及我们特色的教师，那我们现场也会举办我们很多的教育论坛，那也把我们的一些108课纲的一些教室，我们就直接搬到我们的现场，让我们的学生家长都能够来亲自的体验。109台南资讯月不但有各种上新的科技应用展示，让民众了解目前的科技进展，还有真侪会当佚佗的娱乐科技体验，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各个年龄层。主办单位嘛欢迎大家踊跃来参观，做伙增进5G 新时代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